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咩咪？咱来谈这个教育部拢托过115年度的，听咧讲年底有这个全国语文竞赛，所以我毋知各位朋友敢知这，而且敢知通去使用啊？要求到底现做是敢若歹去袂用的一个，所以敢是爱换一个所在来。当然，读朗读课是上好是有教典的啦，毋过教典真敢若是个样起来看，啊，找台语，教典我看袂个问题，敢是我确定。但还好咧，知影。安尼，好，阮若来啊，拢听。我先甲即个连接，我先放，因为我伫 YouTube 顶管有开直播啦，所以 YouTube 遐毋知，目前教典敢若各样去啊，所以可能我都，我来讲，刀含内拄好，春皮骨，春皮黄泡金鸡三焦糖，泥拍骹出，英子毋甘正心酸，即骹较顶斗互我拖，明珠哪牵因阿母英子，哪志行李箱啊？随个问讲阿母，你有先甲阿宝啊约要见面的时间无？一礼拜前开，伊应该有伫厝里，是安怎爱遐早就甲讲？伊伫大楼做保全，互伊先去甲别人。英子随个煞话讲，较害是即颗毋正囝，石头哪有甲放袂记的情理啊？讲毛影。那阵随你写的时阵，伊有当初啊会迄个啥，用就讲袂去，怎讲？有的人就足坚心，一定拢要写汉字，啊，有的人当然，罗马字的部分影去，毋知啥物原因。我有看到有伫。只是我毋知啥物原因，有当初去种的遮小倒招好者。国中做即个第一篇，我练真好，啊，即教典敢若各样去，我都念着准拄煞啦，吼。6段好啦，我先读第一段啦，吼，啊，然后有若读第2段，三年第3段。好啦，我读两个3组的啦，吼，啊，玉林正面迄个较大段的玉林班咱读啦，啊 ，Carol 才压尾迄个4组安尼啦，吼，暂时安尼分配。若准讲佫有其他要变换，咱才来变换哩。好，来115年度的朗读课，国中组的，伫一生中甲咱有缘的人，无论啥换，命运总是安排互咱相拄。几年前为着要看离开服务要30档的学校。透早出门上班的时，沿路会看到一阵的外籍移工，因有的骑铁马，因大家拢哪行哪开讲，花头起面，准备要迎接有意国内劳动力的欠缺。因是咱台湾经济发展的遮，我要大声对因讲，台湾有恁真好。好，感谢3年而已。歹势，我搁伫找。好，安尼第3段也是伊第一篇嘛，国中组第一篇，也是叫恁有得着歹势。而且是 Carol。我都开几道。第3段第一篇有恁真好，头前2段读去啊。伊讲台湾有恁真好，大家
对，因即个人较小众，无偌久，因就会身穿红衫，头戴白帽，连喙暗有书本，甲遐讲嘛拢袂落交去，刷落来，就伫庆宴的厨房里无言弃气，开始为全体师生的中昼饭传这传迄。今仔日够想着。我本来要讲我会使谈，不过因为就是我头拄仔迄句，我讲着呀。传这传迄哦，大家传这传好。今仔日是炒米饭，明仔载是炒面，后日有订餐。大家中昼拢互大家食甲喙笑目笑，精神发足，会当继续拼落去。好，迄落我搁读即个三座的，3年才读迄个较大段迄段啦吼。啊，然后 Carol 才对咧读安尼。人讲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各行各业都有特殊的成就甲贡献。厨房阿姨骨力煮食的身影，互人印象深刻。伫遮我嘛要大声甲因讲，学校有恁真好。哦，我刷来读。校工就甲老师共款，因的存在对学校来讲嘛真重要。阮学校有3个查某校工，因逐工拢比别人较早来学校，不管是就笑头笑面，做工课时认真搁拼死，人讲日行好势。学校办活动的时，不是看因爬悬爬低无停卡，逐项代志拢坚持要做到上好。中昼顿食煞，就会看到因已经腰底溜厨房内外的涂骹。因对工课内底实现自我的价值，因对工作内底实现自我的价值。伫遮我要甲因称赞，嘛要大声对因讲，大家有恁真好。感谢 Carol 你。时间家己有路用的所在，奉献予有需要的人，不然是好运之宝。无论是外籍移工、厨房阿姨，也是校工，因拢用认真的态度来扮演家己的角色。台湾的社会有恁，有影真好。好，感谢。迄个3年拄则读的吼，李段第2章后壁迄句，你会使搁读一届无？因逐工。好，我来看哦。因逐工拢比别人较早来学校。OK， 对，是这。对，即句安尼嘿，你拄仔变调怪怪去安尼，好，对，即句。搁来尾啊，第3章，就会看到因安怎？看到因已经腰底溜厨房内外的涂骹。你叫华语看去啊？我看溜涂骹溜，这我腰脊骨啊，伊毋是腰啊，嘿。腰，无腰啊，腰无毋对，无问题啊，你要用腰啦，因为我以前就是这字我拢读唔着，即摆嘛无改着。好，搁来，迄句咧，迄句，因为这篇文章的迄4点，你毋敢要变调。因为有恁真好，有恁真好，我无确定咧，我毋知。小皮老师的课，伊迄讲你上这朗读文章的时阵，伊有特别交代讲，爱读做有恁真好。对嘛，有恁真好嘛吼，因为我感觉恁是重点嘛，所以我就讲重点袂变调嘛。因为即种有当阵啊，拄只，我为啥会缀郑秀明迄段第2章？
拢比别人较早来学校嘛，吼。啊，若读对较早来学校，较早来学校甲较早来学校，迄个意义就走去啊。较早来学校是有量较侪时间，量早来学校。啊，你若较早来学校是以早，是以前，毋知偌久以前，所以这就是进前足久之前，敢若要去查过，就是较早来早咧，或者较早来学校，啊较早来学校是进前，毋知偌久以前，迄应该是，迄个英语要安怎讲？什物几年前，什物 before 还是什物换刀迄个啦，所以较早来学校甲较早来学校迄无共款，就敢若最近我搁听着迄拢总偌济，拢总偌济，迄就是有人会去变毋掉。教典内底修拢总即个事的时阵啊，淑琪老师咧读念敢若无特别，因为教典迄话句无看袂出来真差啦。可比讲，即两天我看到的，敢若中部倒位因讲伊办迄个啥物会，办活动就对啊。啊，当然有可能几个单位，也是几场分享会、演讲会啥迄嘛吼。啊，所以拢总七场，甲拢总七场，迄个真差是啥？拢总七场是讲。这段期间不管几天，可能7天还是3天，唔知，就是总啊讲就是7场的啊，拢总7场。啊，那拢总7场的意思是啥？拢总7场是讲，来到遮，因为这是一个大型的活动，有可能 A 这组嘛7场，有7场的分享会 ；B 这组嘛7场的分享会 ；C 这组嘛7场的分享会。就敢若迄个啥，国际册展的时阵啊，因咧办迄种演讲，还是办分享。会有分足侪所在，可能针对无共的主题，或者是因为来的国家无共款，安尼每一个所在可能拢总是7场，安尼就是逐个场所、逐个所在拢是7场，安尼你就讲拢总7场，每一个所在拢是7场。啊，毋过实际上总啊强啊，可比讲的最近什么所在搁有咧办啥物会，就讲总啊强嘛才7场尔，就是拢总7场。结果你甲伊讲拢总7场的时阵，我即个台语耳孔我就随拢总7场，你敢有遮尔多？无啊，你会总啊强里面7场尔，所以是拢总7场啊。啊，所以变成讲，当然即马厉害是就无啥咧讲台语啊，太去注意到遮尔幼稚的代志。啊，毋过对我一个台语耳孔，我就随会听出来啦。好，毋知咱台顶嘅朋友。听完这篇、读完这篇了，有啥物想法、看法无？就是我群组内底拢总10个，甲拢总10个，就是我干那10个朋友尔。啊，拢总就是一个群组有10个，啊我若有3个群组就30个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就讲。我有3个群组，啊，每一个群组拢是10个，吼，每一个群组拢总是10个伫内底，也是讲每一个群组拢总敢若稳准10个人会使入去，先抢先赢，拢总10个，开放10个尔，啊，就是这3个。啊，我另外一个群组总啊强啊，拢总10个，迄个群组就敢10个人伫遐尔。啊！你去10块的什么点啊内底买，内底物件拢总10块，逐项就10块，拢总10块。用英语来讲，可能啥？total 哟，每一项嘛，拢总10块啊。Every item， 逐项就是10块，10块。啊，拢总10块是就sum up， 加起来这3块，这个5块，这2块加起来10块，当然要加一个零，即摆10块无啥物物件啦，就100块1000块，他会使判断出来讲，伊到底是咧讲总数，还是每一项独
入的，你看，就是讲对我一个台语耳，我就有这字词，拢一个就听出来啦，是安尼原因啦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这篇文章是有恁真好嘛吼，重点是恁啊，所以这个应该嘛是老师吧，我印象中我袂记错，你就是伊总共找出来算三个嘛，就讲一个是外籍移工来到台湾食头路的，啊一个是学校的厨房，吼，这个有恁真好，啊然后伊佫讲到迄个啥。伫伊做遮个较基础，或者是较无人要去做的代志嘛，对，毋爱量偌早就要来学校拼啊，甲学校款甲好势好势安尼，所以就讲伊这嘛算因的写作的迄个啥理路哟，就讲你找三个来含你的题目做连结安尼。可毋知咱台顶边有啥物想法看法？伊讲朗读歌就是爱表现出你的声情，啥物声调的温柔，还是关机，还是啥物迄啦？迄句话迄个啥气势，还是迄个啥角色哟？就讲伊听起来看起来，这篇文章除了讲伊要大声甲因讲我恁真好即句话以外，伊阁有迄个啥物，迄个叫啥物？李小丹伊也伫其他话哟，我看毋着哦。欢喜做工元秀嘛，这已经差不多咱固定咧讲的嘛。啊，伊讲人讲日日行，毋惊千万里，定定做，毋惊千万事。即种讲法我是。因为台语的遮个算固定讲法的，有千百种。我讲的千百种，就是有可能是针对人情世事，针对天气气候的，有针对人生拍拼，吼啊针对什物动物的，还是口说的。还是啥物静坐的，吼，还是啥物智慧累积的，还是啥物，通看了无点类似即种的。啊，伊即句，歹势我可能读无遐济，我就毋捌听着过呢。看到这个文章才看到安尼。那咱台顶的朋友人要试看卖啊，读较长咧。这篇安尼嘛是应该，嘛是差不多750字的看吧，应该是。国中做的，所以就讲互国中生来读念的，啊，望因会使有一寡啥物启示哦，敢是安尼讲，当然互因表现出因的声情啦。安尼讲这两衫是6段嘛？安尼迄个像 Una 还是 Carol， 我毋知恁即礼拜敢有要考试，还是有人是年底会比赛，对无？安尼是毋是我看？玉林要读无？要去读偌？想读2段。读头前2段，啊有呐，第一篇有恁真好，当少年，缘分有影真奇妙，伫一生中甲咱有缘的人，无论怎换，命运总是安排互远离。如果你将心情调动，离开服务要30天的学校，我调来的学校
心搁大间。透早出门上班的时，因都会看到一阵一阵的外籍移工，因有的听铁马，有的高行的。虽讲嘛是咧赶上班，毋过欢喜做甘愿受。欢迎大家拢哪行哪开讲，花头喜面，准备要迎接有意义的一天。这外国朋友，美国人国内劳动力的欠缺，因是咱台湾经济发展的稳定。台湾有恁真好。好，感谢啊。认真的人确实有影上水。逐工透早，就会看到阮学校即阵厨房阿姨亲切地甲人点头小借问。无偌久，因就会身穿红衫，头顶白帽，连喙暗、规丝裙，甲声讲嘛拢袂漏沟去。刷落来，就伫庆宴的厨房里，无言试试，开始为全体师生的中昼顿传这传迄。今仔日是后日聚餐，逐工中昼饱足，会当。搁一段暗是？人讲360行，行就甲贡献。厨房阿姨骨力煮食的身影，人印象深刻。伫遮，我嘛要大声甲因讲。我哩。校工就甲老师共款，因的存在对学校来讲，就笑头笑面，做工课时认真搁拼势。人讲，日日行，毋惊千万里；定定做，毋惊千万事。开学进前，因会甲校内底的树花甲杂草修整甲好势好势。学校办活动的时，不时看因爬悬爬低无停卡，每项代志拢坚持要做甲上好。中昼顿食煞，就会看到因已经压腰在游住厨房内外的涂骹。对于工作内底实现自我的价值，伫遮我要甲伊称赞，嘛要大声对伊讲，大家有恁真好。人生上悬的价值是大家不力。是上，不然是好运之母。无论是外籍移工、厨房阿姨，也是寒的家己的角色。好，感谢。最后一句有你。有影真好。最后一句我有一点仔记歹势。最后一句应该安尼讲，台湾的社会有恁有影真好，就是安尼讲。哦，对无？恁，我感觉恁就是重点嘛，对无？因为有恁遮就伊讲的遮外籍移工厨房阿姨，尤其就是较早你校拢教讲爱做大代志啥有诶，小代志啥要做啊？过来路爱有人扫啊，粪扫爱有人收啊，基础诶去勤去做去传去款啊，就敢若以前讲一工按偌济去找人，嘛是无人要去做，所以就规个撒晓中间。
行久进前啊吧，毋是发生啥物垃圾大战嘛？对，迄种基础物件你无人做，就是会蹲伫遐啊，个毋是讲大家拢就有公德心的啊，所以当然若准讲每一个人基本的迄种公德心，每一个人其实有困难啊，9成9啦。若讲9成9的人拢我都有公德心，安尼可能犯事，无就是特别去爱反复创啥。问题就毋是啊，美国一本册是啥？4%的人无良心，安尼我到底是要安怎？社会上就是有一寡即种小屁卵仔的这就较麻烦啊！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即篇伊国中做的含迄小学啊比起来，就讲目前为止教育部就是不了注重汉字，对咱大人来讲，可能你要来读，尤其是学生组的文章，大概无啥物问题。咱最近读迄个114年度，结果听讲114年度迄个啥社会组的文章是年底才要互社会组去抽的题目是安怎？我毋知影，我无确定。我毋去参加过，我毋知影。讲，反正社会组的文章就是有较有难度嘛。啊，张进前是国小组，进是迄个国中组嘛，就是有真差嘛。然后这篇安怎你老师咧写的，就是有伊迄个手路伫咧，当然，敢若750字通好写，是为着要互学生囡仔摕来读念的，通好互因展现生情的，所以大概也袂怎讲，无法度足大幅度的起伏，还是讲情绪足强烈的，毋过嘛毋是无情绪的啦。伊这篇是还佫会使啦，就是讲至少差不多每一段拢有了。我要大声改，嘛会使表现生情吧。像对只，我感觉玉林读的就拢玉林甲有啦，我会感觉啦，就是讲靠迄种展现出声情，我是感觉较无即个才调。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随便过2分钟啦，我看咱是毋是先来直接读后一篇啊？还是有其他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？这间学校新个大间，毋知偌大间，即马不比以前啊，尤其顶世纪顶世纪迄种啥物战后的啥物婴儿潮，然后后一代嘛拢袂少啊呢。毋知当时一年出世一个家人是40万，即马去年剩偌济？11万，还是无个13万，就少就对啊。所以少子化含迄真正差足多的啊。当然大间学校我那嘛真大间嘛，是有听到迄种啥物。因为我看袂出哦，这应该是国中生吧，我无确定。伊国中生提出来讲，3年级，那100班就真正足大间的。啊，剩的有诶，若无够，可要讲啊，学校旧啊，还是交通无够方便的，甚至即马，甚至，敢我听到是啥物？台南柳营国中还是啥物国中？现主是吼，还是即几年啊？规间学校才50几个人，学校剩50几个学生，甲以前一班比起来，真正天差咧地啊呢。所以这少子化这个问题，毋是安尼简单通好解决的，当然我无才调啦。好，来，咱来读后一篇。后一篇第2篇，请讲。有人讲。想要提这者，拄好迄个，拄好有读过一个，几条开始我一个，就是正手边迄个啊，头一句。当
是运动是老师啊，我记得哦是考试的啦。嘿，这个是我今日讲嘿，这个词啊，就讲这种词，有人读老师啦，因为我个人的关系，我拢读老师。但是我会记得伊迄字是敢若第五条老师，那第五条来讲的话，那是第五条的话，安尼伊就爱变，伊就爱变老师。嘿。所以我若读老师，可能。嘿，对，你无讲我嘛无想到，我嘛敢若是安尼啊，就讲即个词，就讲即个，敢若是一个竞争的结果嘛吼，啊，就讲上面。有变第七甲变第三，也毋过，敢若有一个是先放弃去啊，先放弃掉去啊，全会变做伊会变调法，全含人，就讲含其他的类，还是讲含咱所理解迄种规就无相款去。较想影罗即字是第五条，啊伊变调时阵看是老师还是老师吼，老师，敢若是安尼，是毋是？啊毋过，我头拄若读老师的，你讲老伊是第五条，伊是第本字是第五条啊。所以若要考试的人吼，因拢是若第五条。所以老就变老嘛，所以变老师啦，拢是安尼。我理解是安尼啦。对。我提起咧讲就是讲，民间拢是读老。因为我为工人出来，所以我关系拢读老师。嘿啊，我嘛是有较。感觉就亲像，阮讲对啊，爱讲爱啥机械对无？是不是啊？即个意思啦。嘿，机器机械即个词嘛是一个较，嘛是不了特殊的，所以当然无问题。就讲个字一寡前差，啊，目前可比讲林家博士咧讲的就是，迄什么地区哦，目前的教育部。定义做熟练，因为我毋知影，天公园啊内底树仔顶会叫的迄种虫拖，因就讲歌册遐个读念，因拢是读迄个音，也毋过迄个音一直到顶2个日仔，迄天有哪咧提起，才发觉到，到底已经收迄个音嘛。啊，进前俊元老师咧讲的是，有当阵啊，因就讲到顶咧处理的时阵嘛是有一寡，到顶也未有讲到的吼，尤其若要参加考试的人，就是变成爱特别注意啦，变成是安尼。嘿，我特别提出来讲，就是我惊讲若拄啊有人要考试啊，所以特别提出来讲一个安尼。啊，当然你若讲咱一般的熟练，当然这是无人无啥物好去考，无人掠包啦。最主要就是讲，可能就当下要参加考试，这个所在吧。安尼，咱来读后一篇，第二篇，小少门的温度，歌虽然吼，
除了第一逝第一段敢一逝尔，剩咧应该1、2、3。无玉林，然后 Carol， 我才压袂断哩。有哪？一篇烧酒门的运动，换水来原来去学校的路里底，先回先母都袂顶袂动。阿母讲手机啊歹去，就准拄煞，好好啊读个着。若准我手机啊会影热。这像这 OK 啦，无啥物背景声音你讲。安尼，这个我行路就无看，有一个阿婆看到骗阮阿嬷较济岁，随讲吐一支拐啊，伊还阁是红高赤刺，逐早起看到我，伊拢会讲，阿婆在看手机啊，要去上课读册真好。醒头啊，我有淡薄仔歹势，无偌久，我嘛甲因讲嘿啊。有一对伊敢是人伫工课，我加知伊敢若是老会讲这是老会讲，毋是老啦。上佚佗规礼拜尔，人好甲人好势甲，是我伫学袂伤。好，感。无咧看手机啊吼，应该是安尼，伊迄是语尾词啊，语尾词，若讲落来应该是袂用问号啦，因为所以符号是有意义的啦。好，来继续。迄个啥，3年影无记吼，歹势继续。煞了嘛对无？对，歹势。还有一个生出细粒子，佮着我挑骨的阿婆，逐工拢会灌大包细包的粪扫。透早若看到我，就会讲：你仔子穿较少咧。我想着阮阿嬷定定骗想我爱水，毋惊流鼻水。不过我嘛真好闲，若到热啦，迄个阿婆敢会阁讲？爱穿较少咧，说听到伊安尼讲，我嘛。Carol。行到学校的活动，行到学校的活动，遐有青红灯、爱心志工，拢会徛伫迄搭指挥交通。因手头笑面比手济，甲车砸落。虽讲因拢无话半句，毋过因的笑容甲手济，做互我的心肝头感觉烧热安心，嘛是透早互阮上难忘的身影。无论是透风落大雨，炎天赤日头，热气冷风。呼呼叫，因拢真准时徛伫遐，看到因亲像处理的是大人咧守护阮的安全。伫咧过车路的时阵，好，迄个我先讲一下吼。无话无句，大概目前看起来，伫即种教程的朗读稿内底，大概拢固定写的啊。我无看到用无话无句差一字的，就讲伫教程的朗读稿，大概拢是无话无句啦。啊，过来就是买3转来处理啦，因为处理这结果反正就是教程无咧处理即种轻声符，甚至迄天我听咧讲什物，伊保持汉字，就是讲，互读者家己自由决定。
敢有要念做啥合音字？吼，迄个第二段，敢若就会讲佚佗规礼拜尔，你会使甲即2字读做一个尔第5条，或者是读做尔，就2种读法就对哦。所以讲有即种或者啥，暗示哦，是啥？安尼就知就好啦。啊，毋过就是，知影这进入就会沙无，安尼写来是毋是就无法度去确定到底是啥物声音嘛呢？后来我来看最后一段，咱就搁来讨论啦。吼，我发现互家己快乐的秘方，就是甲人烧酒问，一天快靠早熟识的人对咱的手机内底的大图水网诚水，毋过看到那春天的笑容，袂当感受到有热度的关心。有即层的体会，就算后摆我有新的手机啊，我嘛会先甲烧酒问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？人看袂着啦，你看着，人看袂着。歹势，我迄阵就看到伊讲，国小组、国中组，国小、国中足老死啊！我了准是国小、国中死啊，要讲无啦，是要国小的人读念，还是国中的人读念，毋是因死啊啦。啊，所以甚至就是变成讲，这作者吼，这种老师吼，伊咧写这文章是按模拟小学生、国中生、高中生迄个角度去写文字嘛哩。吼，这个小少文的温度是咧用国中生的角度讲，迄个册包啊啥啥，啊手机也袂使，毋可以伫安尼开掉掉啦，对吧？阿嬷拄着是像拄着安尼。毋知咱台顶朋友请讲。学生囡仔写的文章呢？我目前看到是迄个像孙艺伦吧，孙艺伦伊敢若有进前顶114年度的吼，伊进伫咧高雄读高，应该高中2年吧。啊，伊有去考成大的认证考试，敢若嘛已经4万嘛，对吧？迄个啥高进嘛，即2工仔是毋是伫台南有办文学营还是啥物会？伊敢若嘛佫有去分享的款，伊就是徛即2个日，顶个日啊，顶个日我袂记得，又出一本诗集嘛，是毋是？因为伊就是即马，就是伊的机体是有各样嘛，啊，当然爸母嘛算上面，坦白讲有安尼的状况，其实处理拢真辛苦啦。这坦白讲，啊，总是每一人的课题无相款啊。这是我所看到所在，就是高中生伊去投稿啊，有敢若我袂记伊选去，敢若是高中组的款吧，印象中我袂记得，毋敢若是对款吧，我袂记得。啊，迄个即2工我拄只遐，敢若是看到，我袂记是蒋伟文分享，应该是蒋伟文分享，伊翕到。蒋伟文的卡纸片甲孙艺伦，所以毋是蒋伟文的相机，是手机啊翕的，应该是伊后壁人翕的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？到高中组的文章，无定他会知影输赢。对啊，就迄篇啊，嘿啊，高中组的嘛。伊敢若1届2届有总统甲伊颁奖嘛？啊，就讲伊敢是迄篇文章内底讲着，还是搁另外人甲访问的内容，我袂记得。所以有当阵啊，想着看着遮就嘛，至少我个人嘛感觉小可迄种艰苦心，啊，毋过这真正我嘛无即个才调哩。可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迄个台语的6个好定
事嘛，啊，唔讲好定事，就讲 A 甲 B 是斗一担嘛，对无？啊，有甲无嘛，吼，啊，佫啥？就讲遮个算一对一对的遐个字词啊，伫咧用做疑问句，伊后壁斗的是啥嘛？对无？咱的疑问就是用敢嘛，敢你会，敢我会，敢有，敢无，吼。啊，毋过无即字放伫上后壁，伊佫会使诚做疑问句嘛。啊，毋过佫一个是，伊讲较古典的是用啦，是毋？是毋？啊，毋过即摆敢拢讲变是无？是无？所以这嘛会使诚做啥？语言的转变吼，对无？是无？安尼。可毋知咱台顶的朋友，因为我就是看到迄个啥山泥溜起来是安那吼，无看影是安那，我毋知，还是信号无好。歌水啦，然后伊即篇我看，我有看到迄个什么 ABAC 的迄个故事吼，笑头笑面，好，请讲。山里甲什么啊 ？Tina 啊，还有一个叫咩啊？Katerina， Katerina，有兴趣要起来做伙读念，就是分享交流无？我就讲，毋免真熬才开始，爱心开始才会变熬。Tina 起来，阮读到即个国中组第2篇，四字词。是爱读倒位啊？阮读到第2篇啊，小姐们的温暖，国中组的第2篇。是倒一趴开始聊？阮读完啊，阮正伫咧讨论，或者是你要拍算要自头读到尾。我试看好，来，互你读。原来去学校的路是真哩温暖。会记得伫旧年底，我的树叶罢工啊，先回先母都袂顶袂当。阿母讲树叶歹去，无准煞，好好啊读册较实在。若准我有才调，考了学校，则要先手机啊，互我。就安尼，我会想换无手机啊的领食人，无手机啊通陪通看，我行路就无骨头咧。嘛做安尼，真足看行4箍，等一个阿婆看着。你搁读一下。你看。有一个阿婆看到比阮阿嬷较侪岁。安尼，来，我头你看，你参考。有一个阿婆看到比阮阿嬷较侪岁，伊即个看到后壁迄个是算褒义，毋是诚做伊的形词。看到阿嬷，甲看到平阿嬷安尼，是即个应该讲即个阿婆看起来啦，即个看到是看起来，毋是阿婆看到我看到啥，毋是。嘿，有一个阿婆看到这是平 PHING 平力平我悬平伊悬。我想伊应该80多岁啊，虽讲吐一支拐啊，吐一支拐啊，伊还阁是红。早起看到我，伊拢会讲，囡仔姐无咧看手机啊，吼，要去上我歹势，
无偌久，我嘛甲应讲嘿啊，有一阵仔拢无看到伊，我真烦恼，伊敢是人咧艰苦。我甲知伊敢若是就会讲佚佗，规礼拜咧学过时。有一个生做的阿婆，头前迄是细粒子，个头矮小，细粒子。大包细包的就讲，你决定一个固定一个音就好啊，字甲字即个音是拢有的啊。阿嬷定定屁事，我爱水，屁事我爱水行流鼻水，毋过我嘛真好闲，那够热啦，如果到了夏天，热人，我乱讲热人，迄个阿婆敢阁会讲爱饲较少咧，凡是听着伊安尼讲，我嘛会笑笑应，好哦。行到学校的，我甲遐有天后边爱心志工，拢会徛伫遐。这是徛伫迄搭，哦，徛伫迄搭，指挥交通，因笑头笑面比手势，甲车砸落来，互阮遮的学生囡仔过车路。虽讲因拢无话无句，过因的笑容甲手势，煞互我的心肝头感觉烧热安心，嘛是透早互阮上难忘的信念。不管是透风落大雨，炎天赤日头，也是冷风嗅着，因拢真准时徛伫遐，看着因亲像守护阮的安全。伫咧过车路的时阵，我嘛足大声甲因喊一声狗仔。我发现，互家己快乐的面讲，避远迄着，就是避远，就是甲人相笑问，一天快乐的源头，就对人甲人互动的温暖开始。透早熟悉的人对咱的关怀，毋是手机仔内底的早安图嘿，伊敢若单引号尔，早安图会当代替。手机仔内底的大图虽讲诚水，毋过看袂着那纯甜的笑容，袂当感受着极度的关心。即站有后摆我有新的手机仔，我嘛会先甲手机仔放过册包，先甲人欢欢喜喜相招呼。好，真好。反正就是即种，尤其若是要参加比赛，就是慢慢读念就好啊。我毋知你有要考试无？考试其实嘛免读，因为迄个啥，认证考试嘛免读伤紧，就安尼慢慢读念就好啊。啊，当然毋通顿地伤久，你可能迄个变调会走去。我感觉即个读台文有一个
就是你就是目睭爱看足头前安尼，你袂当干那了着。啊，念较慢诶，嘿，就讲你可能来你念诶字，所以讲看较紧诶，啊念较慢诶安尼。因为尤其咱已经会晓讲台语诶人，其实你看过了大部分啦，准讲你无遐尼熟悉，其实8、9成以上，你其实拢知影安怎读念。啊，当然会牵涉着一寡字词，确实会有迄个做啥，有顶下文的前差，我嘛有当中会去误会着，也是伊换纸的时阵，袂赴去改，也是安怎，就是读原底读下内底迄个声音，迄个词频啦，就讲啊，到底是拢总7箍，还是拢总7箍啊？尤其拢含总听开的时阵，就戆去安尼。啊，这当然就敢若安怎讲？读念愈多，看愈多时阵，就愈熟手啊啦，真好。我发觉到这篇吼，有不了做迄种美调的句型，啊，看起来可能大部分拢是看到我就会讲嘛，就我看到后壁迄是算褒义嘛，听到伊安尼讲嘛，吼啊，看到因亲像厝里时代嘛，就敢若。看到平压，阮阿嬷较侪回，这是看起来嘛，啊，吹拢是美调后壁修辞，所以看会到看袂到嘛，有看到无看到嘛，所以上尾一段是看袂到嘛，我都可能读一个伤紧啊，头前就是看到啥，听到啥，还是想到啥嘛，大概是安尼，所以我讲这种是台语到底是倒一个？啊，这篇是看起来可能敢一个是看到凭阿嬷啊，看到凭阮阿嬷较侪回，这是和别人无共款的。有一阵仔拢无看到伊啊，对无？伊是修辞嘛，无看到伊啊，所以大部分拢是固定尾调的。敢若迄个第二段迄个尾调是看起来比我阿嬷还多岁这样子，是看起来。啊，这篇嘛，敢若是嘛有几落迄种，甲车砸落来，互阮遮的学生，甲车砸落来，互阮遮学生囡仔过车路啊！毋是甲车砸落来。当然啦，因为伊写落来是，确实是甲车砸落来无毋对。啊，我是砸落来，互阮遮学生囡仔过车路，所以迄个砸落来就是爱变成一般的变调。砸落来，互阮遮学生囡仔过车路。啊，这慢慢读念应该嘛会使有迄个啥，继续变调落去安尼，慢慢读念，因为读伤紧的时阵，就看到砸落来，互阮遮学生，无爱是学生囡仔，所以学生囡仔。所以毋知咱台顶面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我听到你的砸落来，对啊。伊会变来，咱的口语会讲砸落来安怎样哦？对。啊，毋过咱若自然变调的时阵，咱若要考试的时阵，来是第5条呢。对吧？咱从咱的口语是会安尼讲会无对？对哦。咱来做啥物无？对。啊，所以来这个字嘛，真正真特殊的，所以对吧？若准讲砸落来，安尼砸落来，这个来是安怎？伊砸落来，来，你就变第3条啊。砸落来。讲迄个5变3，就我头拄讲迄个螺丝无？无，迄螺丝也是另外一个特殊的，砸落来。我是咧讲，无毋对，当然这两个是无共款意思的，因为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，到伊的这个变调，你若变嘿来嘛，咱即摆讲砸落来是第5条嘛，对无？来是毋是第5条？来是第5条，砸落来。是毋是要变第7条？啊，毋过我就讲这是方向动词的迄个变化是毋是无共款？就是即摆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讲，我无。咱来讲会
查落来创啥物？会安尼讲无对啊？对，咱头你是会安尼讲诶，但是我照会讲诶，就是我要摕出来讨论，就是讲，咱若讲你若要考认证啊，查落来创啥物会？安尼就是讲，我意思就是讲啦，第5条若变第1条，伫即款诶语法内，即款诶故事内底，咱若是第5条，甲变做第1条，安尼会出来袂？对，我是要讨论即个问题啦。我咱口语上，咱就安尼讲啊。我袂去看曾安文老师伊安怎去漂即个字音。所以一般会变调，一般一标所以就是加车查落来。所以来，你有人读这个无？那这句啊，互阮遮诶学生囡仔过车路。我嘛敢若Carol 你安怎读？是搁一个 Carol，搁一个听到。阮遮学生囡仔过车， Carol 你歹势，拜拜，才到一个句安尼。查落来，互阮咯。所以伊是一般变调呀。伊上伊特殊，特别的可能标准。伊即下就是有偏就是去用调你对食嘛，所以全无符合，调你袂食的啊。哦，学生囡仔对，查落来，无过来就是讲，就敢若欢喜的地，敢若你学习的时阵，才会学着讲哦，这里是第5条，这个字是3声，永远拢袂出现啊。水，你伫日常生活当中，这种三声的中文华语，你伫咧日常生活当中袂出现啦，你袂讲水啦，你水，给我水，赶快给我水，对不？来嘛是嘛，来你伫咧日常，只要是第5条，你伫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嘛袂差不多无可能讲出来啦。伊的本条是第5条，你日常生活当中无可能会讲出来啦。你袂讲来，你袂无甲一字你安尼讲的，因为这字就是我要安怎讲，伊讲这啥语言啊，什么我袂记，反正就是你袂伊的本条第5条，你搁看出你袂出现就对啊。啊，所以我拢查落来，当然，迄个啥，我就讲阿宽兄咧带大家读白话字的时阵啊，伊就拢会甲伊读迄种因的迄个标示法，查落来，那查落来，我袂记，就讲，炸落来啦。嘿啊，就伊在讲炸落来。无，伊会甲迄个，无，伊会甲迄个来读做本调，就无变调，查落来，我就听有讲，足硬摇，对我来讲，我感觉足硬摇的。因为我就讲啥，落来落去嘛，来甲去嘛，啊头前就是起落嘛，无甲一字是第5条嘛，对无？起落出入过转，这2字无甲一字是第5条嘛，
敢若来，这是第5条嘛。要毋过就讲即种组合过去了，起来，嘛，落去落来，安尼嘛，出来、入来、过来、转来，安怎起来、落来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袂讲起来、出来、入来、过来、转来，你日常生活当中无可能安尼讲的啦，对无？你会靠伊无？一定是轻读的嘛。啊，所以我无确定。不过我感觉伊伫遮无适合用轻读啊，因为伊后壁物件，因为后壁物件就变成一般的变调嘛，吼。啊，一般的变调是甲请查落来，伊来即个变调是毋是较特殊、较奇怪？或者是伊个另外一种变调的？我看伊敢若迄个啥，出版社。